以下我會介紹嘅呢個鵝挺練習，絕大多數嘅訓練者都唔知道佢嘅存在，但我認為佢係最好嘅鵝挺輔助練習。動作就係上斜啞鈴上提。點解我會咁講？首先對比起 Pike Push Up、嗌鵝掌上壓等等嘅徒手練搏動作，動作嘅發力姿勢同鵝挺係最似。動作最重嘅幅度就係當上臂提到同埋地面成水平，而恰巧呢個關節角度同鵝挺係完全一樣，上臂同埋身體都係會成45度嘅夾角，所以理論上動作係最能夠加強鵝挺。其次，動作能夠排除技巧、協調、平衡等等因素嘅影響，令我哋能夠客觀咁樣去評測自己嘅力量水平。經驗之談係，當你能夠攞住相等於自身體重40%嘅重量嚟做組數，你就會有足夠嘅肌力嚟完成分腿鵝挺。做上斜啞鈴上提嗰陣，先雙手攞住啞鈴，揾到一幅牆，往前行3步，上背靠喺牆邊，微微拱背收腹，直手將啞鈴上提至到頭頂，再有控制咁慢慢放個啞鈴落嚟，重複去完成。建議大家將動作放喺鵝挺嘅 holding 之後，每組3至8下，每星期累積4至8組，然後隨時間過去，再慢慢增加下數同埋重量。日子有功，你鵝挺絕對會越做越輕鬆。